大家好，我相信咧通過我哋嘅視頻，大家唔多唔少對茶已經有一啲深刻嘅認識咯。我想同大家咧猜個謎語，人在草木間，請你猜一個字。呢一個咧係有關茶嘅經典字謎，答案就係乜嘢？就係茶字啦。人在草木間，其實原來呢一個句子唔係用嚟猜字謎嘅喎。呢一句子人在草木間係出自一位台灣作家嘅手筆。之前我哋都細讀過佢嘅文章啦，就係林清玄作家。人在草木間呢個字拆開嚟睇，就係人喺草木中間。林清玄寫到，學茶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茶字拆開，人在草木間，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茶就係人喺草木之間，代表住人同世界和諧共處，亦都指人應該回歸自然，去到草木之間。人生要準備的不是昂貴的茶，而是喝茶的心情。林清玄寫到呢一句說話，又同魯迅喝茶裏邊亦都有啲共鳴喎。因為喝茶嘅心情都非常重要。如果咪牛照牡丹啦，亦都俾一個好好嘅茶你唔用心去沖，飲出嚟嘅味道都同粗茶一樣。每次將茶攞起嚟嘅時候，應該都念翻一句：好好地喝這杯茶吧。因為同一個茶，我哋呢一世都冇可能再飲到同呢一杯一模一樣嘅茶。呢一句說話有啲似日本嘅一期一會思想啦。你可以諗到啦，飲茶呢就係見到你心愛嘅人，一樣有呢一個咁歡喜嘅心，咁樣生活就唔會有壓力啦。有陣時候，人嘅一生就係為咗特別某一次機會，或者特別某一次嘅相遇。如果有咗最深刻嘅珍惜，縱使會離別，當門相送，亦都可以稍減遺憾感。用住珍惜當下嘅心情去飲一杯茶，去對待每一件事，去面對每一個人，將人生嘅哲理融入喺日常生活之中。比如飲茶，台灣作家林清玄能夠將咁晦澀沉悶嘅道理演繹到咁如此嘅生動。其實茶呢個字係人在草木之間，當中呢仲有一個故事嘅喎。原因呢係當時候古人種茶係用種子種茶樹，茶樹就可以長到非常之高，甚至去到幾十米高。咁佢哋要採集茶葉嚟到製作成為茶品，就需要呢擒上棵樹度採茶啦。結果擒上棵樹之後，你就會見到一個畫面，人就喺草木之間。其實呢，茶係大自然俾我哋嘅禮物，就好似林清玄所講，我哋要更加靠近大自然，回歸草木之間。因為呢，茶嘅發現其實源於解毒嘅藥物，以及呢世界上呢好多草本嘅植物，以及呢一啲草藥都能夠帶俾我哋嘅身心回復健康嘅喎。所以大家呢要好好回味一下，人在草木間，茶係大自然帶俾我哋人類嘅心意。